大家好，我是一拜为己一拜。我这次的主打歌曲叫《我的小孩》。其实这首歌呢是走比较我很喜欢的华丽摇滚风，那很重的鼓，很重的管弦乐，然后很重的吉他跟贝斯，其实这样组合起来，我觉得应该给人家的感觉是有一点点哀伤，可是又比较走正面的力量。其实我的小孩里面的歌词呢，意思是说。我在 bridge 里面有放了一段我们的古调，也是泰雅古调。那他的意思是说，小孩子啊，我的孩子们，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已经不够了，所以你们应该呢，要自己去创造一个新的天地，然后自己去延续自己的下一代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会守在这里，但我们也希望你们新的一代在新的地方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。我觉得给我们现代的人一个启示是说，我们的祖先。其实是很勇敢、很勇于冒险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套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现代呢，因为有太多的外在的因素影响自己，所以很多人会很轻易的忘记自己的梦想。所以我觉得